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2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6篇第5节到第10节，路得记第4章13节到17节，彼得后书第3章11节到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救恩的盼望。路得他原本是一位没有盼望的人，因为呢，他的公公死了，大伯也死了，他的丈夫他先生也死了，他们全家只剩3位，都是寡妇。也就如同他的婆婆拿俄米所说的，就算我今天晚上可以结婚，又可以生育，也无法让路得顺利跟小叔结婚。但是呢，我们昨天谈到的，路得他在面对绝望的将来的时候，他却选择以上帝的眼光来面对。也因为这样子，他就蒙受上帝的接纳并且赐福。不但如此，他又成为了上帝拯救计划当中一位重要的人物。路得记第4章第13节到17节记载了路得一生最重要的时刻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得，与他同房，上主赐福给他，他就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城里的妇女们对拿俄米说：赞美上主，他今天给了你一个至亲来照顾你，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有声望。你的媳妇爱你，她为你所做的比7个儿子所做的还要多。现在她给你生了一个孙子，这孙子给你带来新的活力，使你安享晚年。拿俄米接过这个孩子，紧抱着他，抚养他。邻居的妇女给这孩子取名叫俄贝德。他们争相告诉每一个人说，拿俄米得了一个儿子。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，耶西就是大卫王的父亲。从法勒斯到大卫的家谱是这样的：法勒斯、希斯伦、兰、亚米拿达、拿顺、撒门、波阿斯、俄贝德、耶西和大卫。在新约，彼得提醒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要努力过着敬虔圣洁的生活，要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，并且没有缺点又和上帝和好的人，这样就必得到新天新地。彼得后书第3章11节到18节，彼得这样说道：既然这一切要这样的毁灭，你们应当做哪一种人呢？你们应该过着圣洁虔诚的生活，等候上帝的日子，竭力加速他的临到。在那日，诸天要被烧毁，天体在烈焰中融化。但是我们在等候上帝所应许的新天新地，在那里正义常住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既然你们等候着那日子，就应该在上帝的面前竭力追求圣洁，过无可指责的生活，跟他和好。要以我们的主的容忍作为你们的得救的机会，正如我们亲爱的弟兄
保罗用上帝所赐的智慧写信劝勉你们一样。他在所有的书信里都谈到这事。他信中有一些难懂的地方，被那一些无知和反复无常的人随便曲解，正如他们曲解其他的经文一样，结果是自取灭亡。但是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，就应当防备，免得被那一些坏人用荒谬的言论把你们引入歧途，使你们离开稳固的立场。你们要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，以及对他的认识上继续的长进。愿荣耀归于他，从现在一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这是上帝给世人的救恩预言及盼望。诗篇146篇第5节到第10节。那得到雅各上帝帮助的多么有福啊！那投靠上主他的上帝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，他始终持守他的诺言。他为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，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。上主使被囚的人得到自由，使盲人能够看见。他扶起被欺压的人，他爱惜正直的人。他保护寄居的外人，他扶助孤儿寡妇。但要挫败邪恶的人的诡计，上主要永远作王。喜安哪，你的上帝要永远掌权，要赞美上主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坚持过着纯洁的生活，努力与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，领受新天新地的恩典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